即係話，依家個內閣分成咗木原同赤澤嗰班大臣嘅團隊，同埋高市小姐自己一個孤零零嘅團隊。就係咁啦，呢個就係。我由總裁選開始就講，高市早苗應該做內閣總理大臣，原因正正就係呢個。不過，現階段就伊朗方面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呢個就係滅亡嘅樣。歡迎嚟到衰退大國日本。昨日個國會真係精彩到不得了。我係朝日電視台記者范山。關於中東局勢，高市首相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答辯時表示，正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作出安排。我想就相關調整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不過，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無論如何，政府都會以令局勢降溫為目標，繼續作出外交努力。如果淨係諗住衝 YouTube 數字，其實我都知，應該先播高市早苗喺國會嘅答辯，再播呢段，咁先最好笑。但我今次冇用呢招，我係先俾大家睇官房長官記者會嘅情況。官房長官記者會之前，記者嘅問題係，就係頭先參議院嗰段，頭先嗰段啦，唔係英文嘅 have said，而係講 had done，唔係 have done。係過去完成式。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高市早苗話緊政府正摸索同伊朗首腦進行電話會談，但記者就問佢真係㗎？跟住木原先生就俾呢個記者咁樣問，佢一開口就咁講。呢一點，正如首相亦喺國會答辯所講，現階段並冇就同伊朗進行電話首腦會談作出協調。呢句日文好奇怪，係咪？如果用 YouTube 嗰種講法去講呢，官房長官大概就係，首先，高市喺國會係咁樣答嘅。但你再睇翻前後嘅官房長官記者會，長官又係咁樣講，所以根本就唔一致。呢種做法係幾有趣嘅，我覺得係會拎到標數。不過，我覺得呢樣唔係今次件事最荒謬嘅本質。我覺得官房長官呢場記者會嘅樣態，已經將而家高市政權嘅一切都講晒出嚟。我哋再聽一次，因為你哋會明我所講嗰種古怪係咩？再聽多次啦。我係朝日電視台記者范山。關於中東局勢，高市首相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一事表示，正進行安排。我想就相關協調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不過，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哈哈哈，勁唔勁？呢個真係。如果想喺 Twitter 爆，喺 YouTube 爆，最好就係播高市真正嘅答辯，之後再播官房長官嘅回應。咁樣你就會睇到佢哋講嘅內容有幾唔同。之後大家就會變成咁到底邊個啱啊？跟住就會有啲蠢人睇到好開心，好似嗰啲會睇東京新聞同周刊金曜日嘅人咁。例如嗰啲喺中央線沿線着住黑衫，75歲都仲孭住支吉他嘅人生失敗組，我都明佢哋會好興奮。
又例如啲孫都大晒，冇人理佢，仲走去六合位置間 Crayon House 買玩具嗰種白痴左翼。呢種人我覺得一定會好興奮，然後就會喺度叫啊，好離譜啊之類。但我根本唔在乎呢啲嘢。官房長官呢場記者會個內容本身就已經荒謬到離晒譜。你哋再聽一次先，你哋仲未明我講嗰種荒謬感，聽多次。關於中東局勢，高市首相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一事表示，正進行安排。我想就相關調整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記者個問題就係，總理答辯時話，正就同伊朗會談作安排。咁請問而家個情況係點？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係咪都會同美國做電話首腦會談啊？即係人哋問，你哋頭先喺國會話會同伊朗電話會談，又會同美國電話會談，呢啲係咪真㗎？之後官房長官嘅回答就係，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你聽到啦，佢話正如所講喎。而且朝日電視台個記者問問題嗰陣，官房長官一路點頭一路聽，係咪？佢講完正如所講，中途仲有人塞張紙俾佢，係咪？然後我哋再聽埋後面。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哈哈哈，頭先話正如所講，轉個頭又講完全相反嘅嘢喎。總理頭先喺國會話會同伊朗做電話會談，咁而家進展到邊啊？係啊，首相喺國會係咁答嘅，不過我哋冇安排會談。真係完全唔明佢講乜。頭先我係叫大家留意用字，同埋睇木原先生個動作。頭先係睇佢講乜，跟住下一步，請大家留意佢嘅動作。請留意動作。關於中東局勢，高市首相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一事表示，正進行安排。我想就相關調整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不過，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你見到啦，佢一路望住手上張紙，一路講冇任何具體安排。佢係望住張紙講㗎，咁到底厲害喺邊度？佢嗰句正如總理喺國會答辯所講，其實只係社交辭令。即係話，官房長官喺例行記者會上，唔可能直接否定總理喺國會嘅答辯。我哋只可以確認到，呢句說話本身係存在嘅。但作為政府整體立場，真正正確嘅係張紙上面嘅內容，即係官僚拎俾佢嗰張紙寫住嘅，冇安排電話首腦會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而家個內閣分成木原、赤澤嗰班大臣團隊，同高市自己一個人嘅團隊。呢邊先係政府，嗰邊只係喺度亂噏嘢嘅人。簡單講，從呢場記者會睇到嘅就係冇高市，政府仲做得順啲。我講嘅嘢唔係誇張，你再睇一次就明。大家一邊睇木原先生雙手同眼神嘅動作，一邊睇呢段。
關於中東局勢，高市首相頭先喺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入面，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一事表示，正進行安排。我想就相關調整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不過，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無論如何，政府都會以令局勢降溫為目標，繼續作出外交努力。係咪先？我呢個解讀唔算過分，唔算離譜，係咪？根本就係又係高市多口講錯嘢，咁嘅感覺。又係高市亂講嘢。仲有更恐怖嘅係，頭先嗰段木原官房長官記者會，其實唔係昨日，而係前日嘅記者會。即係前日嗰場官房長官記者會入面，頭先你見到中途有人塞紙俾佢，作為政府見解。講緊嘅係同伊朗交涉未必做得到呢件事。呢個其實係星期一嘅官房長官記者會。然後我哋再睇埋之後星期二朝早參議院預算委員會嘅情況。嗰個關於特朗普總統日前喺演說入面提到嘅同伊朗協議一事，呢件事可能都係有時間限制，不過我哋期待佢會有助局勢降溫。政府方面，現時亦正同國際社會緊密合作，為咗令局勢盡快降溫，持續作出各種外交努力。之後我自己亦會進行首腦電話會談，亦都會連同呢一點在內，盡量做到我哋能做嘅事。聖部賢志君，係，頭先你提到會盡量去做，亦包括首腦會談在內。咁而家首相心目中所講嘅首腦會談，可唔可以理解為就係同伊朗嘅首腦會談呢？好，高市早苗內閣總理大臣，我昨日亦都答辯過，就首腦會談呢件事，我哋正朝住舉行會談去做準備。勁唔勁？昨日係星期二，所以佢講嘅昨日其實即係星期一。佢係死撐緊，星期一嗰個答辯冇錯喎。呢個真係好似搞笑藝人 Milk Boy 啲段子。阿媽就話呢，話會同伊朗做首腦會談喎，咁咪即係會做咯。但係官房長官又話，政府根本冇咁樣準備，咁咪即係唔會做咯。但係呢，到第二日國會，佢又話會同伊朗做首腦會談，仲話同昨日講嘅一樣，咁咪即係會做？係咪亂晒龍？就係咁啦，呢段答辯。我由總裁選開始就講，高市早苗應該做內閣總理大臣，原因就正正係呢個。我一直都話，俾高市早苗去做啦，俾佢做咪得咯。我一早講咗啦，佢一做首相，政治就會亂晒，就係咁。我呢句說話喺舊年11月左右啲舊片剪輯入面都揾得到。政治會亂晒，身邊啲官僚會跟唔上，所有嘢都會散晒，咁先好啊！而家你咪睇得好清楚咯。嗰啲成日衝啊、上啊嗰種右翼，根本就做唔到事。依家咪睇得好清楚咯。政治世界根本唔需要右翼。我一早講咗，係咪？右翼本身就蠢，佢哋一搞政治，周圍嘅嘢就會俾佢哋整爛。
不如真係試一次啦，俾班右翼連續搞10年政治，親身體驗下國家點樣滅亡。今次都仲算好，至少冇沖繩地面戰、東京大空襲、大阪大空襲，亦冇廣島長期核彈。就等大家親身體驗下，啲人成日高叫愛國，一坐到權力核心，會變成點？你哋就算睇幾多書都唔識學，問題係你哋根本連書都唔睇。你哋一而再再而三去揀嗰啲明知做咗會失敗嘅政策，呢啲喺歷史上已經證明失敗過，即係話明明已經證明咗會失敗，你哋都照樣不停做。歷史上早就證明，唔止我哋日本，係全世界好多國家都會用同一個模式失敗，最後走向滅亡。既然你哋作為選民，係透過選舉親手揀咗佢哋，咁咪由得佢咯。仲有啲人話我冇投自民黨，所以唔關我事。我話你知，你都有責任。只要你冇喺你身邊阻止其他人投自民黨，你就冇可能完全冇責任。就好似30、40年代德國人入面，真正可以話自己唔使負戰爭責任嘅德白玫瑰團嗰班人一樣。到你話我冇投票呢一步，其實你都已經係共犯。你哋應該講嘅係，對唔住，我阻止唔到身邊啲人，所以咪算咯。如果你哋仲唔明嘅話，正如首相喺國會答辯所講，冇首腦會談安排。如果將高市早苗嘅答辯同木原官房長官嘅回答拼埋一齊，就變成一段咁樣嘅搞笑短劇。唔單止係咁，木原官房長官記者會入面個回答本身都已經完全係一段喜劇。正如總理喺國會答辯所講，冇呢啲咪就係世人最中意睇嘅嘢咯。我唔知啊，但我可以理直氣壯咁講，我做咗自己應該做嘅嘢。我喺2019年同2016年都阻止過修憲，點解乜都要我一個做？我一路都講緊，再放任呢啲人，結果就會變成咁。好啦，恭喜你哋，夢想成真。呢個咪就係你哋一直追求嘅夢咯。去到國會，連內閣總理大臣嘅答辯都完全唔可信，前後仲要由官房長官喺記者會逐一否定翻。大日本帝國萬歲！你由側面睇一場黑白棋比賽 ，A 軍同 B 軍對弈 ，A 軍係黑棋，而 A 軍4個角都已經擺咗黑子，咁你會估邊個贏？你一定會話 A 軍贏，係咪？呢啲根本唔使估，一睇就知。一樣道理，種族主義者法西斯上台掌權，個國家會滅亡，社會會出事，呢啲根本係明擺住。種族主義者同法西斯一掌權，身邊啲人會唔幸福？呢個根本係一早知嘅事啦，梗係啦。就好似黑白棋4魚角上面啲棋子顏色，基本上已經決定咗邊個會贏一樣。呢樣唔係預測，而係本身就係咁，唔係估出嚟，只係事情本來就會係咁。嗰啲成日狂揮自己國旗，又狂喊愛國心嘅人，仲要踩低其他國家首都嗰啲人，一旦上台執政，無一例外，個國家都會走向滅亡，從來冇例外。所以話喺 YouTube 留言區嗌炒，然後話我冇幫過佢哋，其實冇意思。你又唔上街示威，又唔搞運動，又唔做選舉動員，乜都冇做，所以你哋咪輸咯。呢個冇得怪人，因為你根本冇反抗。所以我咪就係咁咯，我就似係中間冇咗80年嘅坂口安吾。日本應該徹底跌到第一次，我就好似一個由戰後到而家中間80年都唔存在過嘅坂口安吾。當年冇跌到底，先係最大問題，真係。當年坂口安吾喺結尾講過好勁嘅說話，佢話唔可以靠政治去救。大家都以為自己讀過坂口安吾嘅墮落論，但其實真正厲害嘅係最後兩段。佢話唔可以靠政治去救，即係應該放住唔理，等佢爛到盡。你哋去清空文庫睇下最後嗰兩段啦，真係講得好狠。好多人都只係以為自己讀過，中學左右大概睇過一次，就當自己明，但其實大家根本冇真正讀到坂口安吾究竟寫咗幾咁犀利嘅嘢，就係最後呢兩段最勁。
戰後，我哋被容許擁有一切自由，但當人被容許擁有一切自由時，反而會察覺自己不可解嘅限制，同埋嗰種不自由。人唔可能永遠自由，因為人活着，亦必須面對死亡，而且人會思考。政治上嘅改革可以一日之內完成，但人嘅變化就冇咁簡單。自遠古希臘以來，人性踏出確立嘅一步，到今日究竟有幾多改變呢？無論戰爭帶來幾咁可怕嘅破壞同命運性嘅失效，都無法真正改變人本身。戰爭結束咗，特工隊嘅勇士已經變成黑市商人，寡婦亦可能早已因新嘅身影而心頭再起波瀾。人唔會改變，只不過係返去做人而已。人會墮落，意識會墮落，聖女都會墮落。呢樣係阻止唔到嘅，亦唔可以靠呢種方式去救人。人生存，人就會墮落。除咗呢條路之外，冇任何方便快捷嘅救贖捷徑。人唔係因為戰敗先墮落，亦唔係因為係人先墮落，而係因為活着所以會墮落。所以人永遠都唔可能墮落到底。因為人心面對苦難，唔可能似鋼鐵咁硬。人嘅可憐又脆弱，所以亦愚蠢。正因如此，人太弱，弱到冇辦法一路墮落到底。人終究會忍唔住去刺殺處女，忍唔住去發明武士道，亦終究會忍唔住再抬出一個天王。但係人唔應該刺殺別人嘅處女，而係要刺殺自己內心嘅處女，唔係創造別人嘅武士道，而係創造自己嘅武士道，唔係創造別人嘅天王，而係創造自己嘅天王。為咗做到呢樣，人就必須正確咁走完墮落之路，跌到底。正如人需要墮落一樣，日本亦同樣有必要墮落。只有徹底走完墮落之路，先可以發現自己，繼而拯救自己。所謂靠政治去救，嗰啲都只係表面功夫，空洞到不值一提。所以到最後，坂口安吾係完全否定政治救濟，係咪？但問題係，日本最後都冇跌到底，佢明明話政治救濟係唔得嘅。可係現實上，二戰之後，日本的確係俾政治救翻起嚟，係靠美國同蘇聯對立呢種國際政治，所以日本先冇跌到底。所以坂口安吾先會話唔好理國際政治，日本就應該徹底跌到底。點解日本最後冇跌到底？點解我哋前輩60、70年代嗰班讀咁多書嘅前輩，坂口安吾嘅墮落論點解咁勁？因為佢對所有用日文讀寫嘅人，毫無疑問產生咗最大影響。我覺得坂口安吾嘅墮落論同深歐內嘅結江秋齋特別厲害。深歐內嘅結江秋齋同坂口安吾嘅墮落論，毫無疑問對所有用日文寫稿揾食嘅人都產生過100%嘅影響。文化人基本上全部都受過佢哋影響。點解？因為坂口安吾講得實在太啱。就算照住坂口安吾講咁樣去跌到底，人都係因為太弱，所以根本跌唔到底。人就係因為軟弱，先會忍唔住又再製造自己嘅武士道、自己嘅處女、自己嘅天王。所以而家咁樣就啱，由得佢繼續跌，跌到底先算。點解我哋啲前輩成日講墮落論，講墮落論呢？因為坂口安吾講嘅嘢真係冇辦法反駁。喺邏輯上，至於歐外結江秋齋最厲害嘅地方，就係作為結構性小說，完成度高到過分。你揾唔到一個位會令人皺眉話，咦，點解會咁？結江秋齋同墮落論啊，要講戰後文化人，或者偏差值65以上嘅文科人，受影響最大嘅文本，就係呢兩部。我諗冇乜讀書人係未讀過歐外嘅結江秋齋同墮落論，但到頭來佢哋都救唔到，於是最後日本係俾政治救咗，靠朝鮮戰爭呢種政治力量，靠美蘇冷戰呢種政治力量，日本先至被救翻起嚟。所以今次日本應該要喺政治入面滅亡。上一次日本本來喺戰爭入面走向毀滅，正跌緊落去，但途中卻被坂口安吾徹底否定嘅政治救翻起嚟。所以今次就唔應該再係戰爭。上次日本打仗本來跌緊落去，最後卻俾政治救翻，呢個就係失敗。如果唔想重複同一個錯兩次，咁下一次就應該喺政治上滅亡。咁樣就啱，就應該喺政治上滅亡。所以我先話木原先生嗰段答辯真係精彩到爆。就同伊朗舉行首腦會談一事，高市首相答辯時表示，正進行安排，我想就相關調整情況等事實關係提出提問。另外，就美國特朗普總統所主張嘅伊朗談判期限之前，首相亦表示會盡一切所能，想一併確認日美首腦電話會談係咪亦都喺協調之中。これは高市総理が
呢一點，正如高市首相喺國會所講一樣，現階段就同伊朗之間嘅電話首腦會談，暫時未有任何具體安排。哈哈哈，呢個就係滅亡嘅模樣。歡迎嚟到衰退大國日本。我一早講咗會變成咁啦，不如索性變成咁先啦。唔係咁，你哋唔會明。當年俾令和新選組迷到暈晒嗰班人，唔係去到秘書人工問題爆出嚟，都唔會跌支持度。其實同一樣咋。我琴日都講過，覺得高市好嘅嗰班人，其實同覺得令和新選組好嘅失敗組冇乜分別，唔好扮晒嘢。你哋係會滅亡㗎。不如而家即刻聯絡定殯儀館啦，快啲睇下邊間仲開緊。殯儀館個個都歡迎預約啊！高市小姐作為一個組織領導者，都唔係嗰塊料啦，係咪？官房長官琴日先至死頂幫手補鑊，點知第二日又嚟呢段答辯。特朗普總統日前喺演說入面提到嘅伊朗協議，可能都存在時間限制，但我期待呢件事可以令局勢降溫。政府方面亦正與國際社會緊密合作，為咗令局勢盡快降溫，持續作出各種外交努力。此外，之後我自己亦會進行首腦電話會談，亦都會連同呢一點在內，盡量做到我哋能做嘅事。聖部健介軍，頭先你提到會盡量去做，亦包括首腦會談在內。咁而家，首相心目中所講嘅呢場首腦會談，可唔可以理解為同伊朗之間嘅首腦會談呢？高市早苗內閣總理大臣，正如我昨日都答辯過，就呢場首腦會談，我哋亦正進行準備。如果有人想幫高市早苗解話，可能會話佢只不過係安排緊過程中資訊一時混亂啫。但如果真係咁，高市早苗就真係蠢得太緊要。對住你哋呢班人，我真係唔想咁認真，要將你哋當成有理性嘅智人去同你哋講道理，我真係好抗拒。咁而家點收科？高市小姐，而家唔係你自己話仲喺度摸索，仲喺度安排緊咩？喂，你頭先唔係話緊安排首腦會談咩？總理你自己講㗎喎。頭先俾你睇嗰段總理國會答辯，係木原記者會之後第二日嘅內容。你頭先自己都講咗，話安排緊喎，講到好似 pizza 鋪西美一男咁，話安排緊喎，仲話 L size 咁安排緊，又話師傅啊，即係海鮮啊，咁樣講，仲話 L size 安排緊，你頭先係咁講㗎喎，你講過㗎，係咪？但其實依家件事已經大鑊到不得了，因為根據頭先 CNN 報導，之後伊朗方面好可能會達成2星期停火協議。件事真係大鑊，美國大概都會確認呢個消息。不過因為版權麻煩，我唔展示太多，你哋自己睇下 Times 嗰篇報導。伊朗領導人而家重傷昏迷入院，伊朗領導人重傷昏迷入咗院。咁你而家同邊個傾？你啲安排係同邊個傾點？就連菅野原都喺48小時前已經覺得有啲唔對路。唔知點解，美國報道又好，英國報道又好，以色列報道又好，都好奇怪。連菅野原都會諗，唔通連談判對手都冇埋？連佢都捉到嘅資訊，內閣總理大臣竟然唔知？如果作為領導者都只係二流，咁作為語言表達者都同樣係二流。呢啲時候，其實只要講一句伊朗方面，就已經唔會咁尷尬。人哋首腦會談嗰個人都未必出現。你偏偏要似鄉下古惑仔咁，只係想扮有型先講到咁大。其實只要講同伊朗方面就夠，根本唔算講大話。咁伊朗方面邊個同你傾？呢啲涉及外交機密，唔方便透露，咪得咯。高市就真係好似鄉下古惑仔，能力太低。如果你哋咁都仲受騙，到60歲左右就會喺商店街深處，因為見到一盒蛋平啲，就俾人呃你買200萬日元張被鋪。問題唔係因為佢講大話，而係佢根本唔識點講，因為能力低。
其實講法可以一樣簡單，我哋一直持續作出外交努力，用盡所有方法去處理。咁會唔會同伊朗方面交涉？會，亦會同伊朗方面交涉。完。咁點解要特登講到話會同伊朗首腦會談？係啊，淨係講一句會交涉咪夠咯。頭先問問題嗰個係聖布先生，係立憲民主黨參議院嗰邊，根本係俾立憲民主黨玩緊啦。明明蠢，仲死都話我唔蠢，咪先搞成咁咯。不如直接認係我係蠢，咪算咯。你話我今日鬧得有冇過火？我咁樣鬧，其實係完全合理㗎，係咪？呢件事真係冇得幫佢兜，就伊朗呢件事，其實亦都冇必要幫佢兜。因為根本就只係一個蠢人喺度講嘢。